为伫咧西港区的港东里，伫咧105年的时阵来向市府申请农村再生的计划，并甲社区内原本的荒地重新整理，来改造成里民会当互相交流感情的开心农场。这西港区港东里港东社区伫105年推动农村再生向农业咱农业局申请一个款来申请做这个开心农场开心农场伫咱市区是较接看到，毋过伫庄脚较少，较无看到，因为庄脚足侪所在拢有盖的田拢无啥种。毋过咱这里长足用心的伫遮甲咱地方来迄个地方人士免费来提供这块地来开辟这个开心农场另外这伫105年到今这几冬遮久的时间，拢管理甲做好势而且搁互咱的里民咱提供一个正当的休闲的所在啦因为伫这迄款开心农场的整理感中那伫开始嘛那拄着足侪问题啦毋过咱里长拢足用心的，甲将这个问题一一克服。经过里长和里民的用心，重新把这片荒地改变了真舒适以外，嘛互里民会当利用区域的方式来各自栽种无同的蔬果，变成一个常常拢会有看到新生命来发芽也是成长的好所在。这是民国105年，迄个农村再生迄个福利社区的一个计划啦。当时会有这个想要做是，其实遮拢发啊规个像个树啦，安尼有无？像树啦安尼，然后会米蛇、米鸟厝所以会损害人这周边的住户是因前的五谷啦，就一直拢甲我反映啦，所以透过阮公所迄个农业课因为阮有参加迄个农村再生的迄个计划阮有上迄个课，所以就是透过迄个农村再生计划去讨钱来甲这个树拿，甲伊处理掉啦。除了透过里长的用心，让这片菜园变成会当互当地里民来联络感情的好场所。厝边隔壁伫过年过节时阵，嘛会当大家来互相交换小送，各自来栽种的蔬菜水果。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